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6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你知。立法院今日三读通过同婚专法修正案，开放这同志家庭会当亲像一般家庭同款，去收养无血缘关系囡仔。农委会先加做农业部公布预算加83亿，增员加500多人，但局长表示讲这是全国农渔民的愿望。英国前首相特拉斯伫暗时6点半左右已经到台湾进行5天访问行程，会会见中央高层甲正常学界做交流。立法院伫今日三读通过同婚专法修正案，开放同志家庭会当亲像一般家庭同款，去收养无血缘关系囡仔。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表示，这代表国内的婚姻平权，搁在向前行一大步啊！无论是饲囡仔食饭，还是甲囡仔耍，拢会使看出满满的爱。因是全台第一个成功收养无血缘囡仔的同志家庭，为爸甲苗爸。伫面册顶悬，嘛会使看到真侪一家伙仔3个人做伙的日常相片。即个立法院通过同志家庭通收养囡仔了后，未来真侪同志家庭嘛会当享受到这款亲情。他们终于不用再等这个司法诉讼的这个流程，才能够让孩子有2个妈妈或是2个爸爸的亲子照顾。因为这些小朋友其实都是经历了非常辛苦的过程。要领养一个囡仔，总算唔免搁放弃婚姻。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表示，每当至少会接到200通以上咨询收养囡仔的相关电话，就会当知影真侪同志家庭其实希望有一个囡仔，但是因为伫法律限制下，同志伴侣若要收养囡仔，就袂当结婚。若总已经有一边有请养囡仔，伴侣嘛袂当伫法律上做伙有侵权，互同志家庭感觉真无公平。唔免较个烦恼即个代志。若讲阮有一个意外，一个大人拄着意外过身啊，因那是要安怎？讲个爱个出养个互别人，阮会当互另外一个爸爸，还是另外一个妈妈，好好继续照顾即个囡仔。亲像即马要请育婴假是爸母拢有权利，毋过为爸就感慨讲，秀英也未摕到法院胜诉进程，要请育婴假就敢若一个人有权利尔。嘛因为安尼，减少陪伴囡仔大汉的机会。即届立法院通过同婚收养，嘛互真侪搁咧等待判决的收养家庭，总算毋免搁提心吊胆，嘛互一寡等待家庭的囡仔，通有一个温暖的厝。记者梁文曾准由台北采访报道。就伫咧5二抗农民运动满35周年进程呢，这立法院早起三读通过农业部组织法，会设8处6处7处1中心等单位，按算会增加83亿的这个公务预算，人员也增加530人。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这是回应全国农渔民的愿望。不过有专家是无认同，认为安尼先做会增加真侪人去做大官。农业部渔业署组织法制定通过。确定要升格农业部，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大动作接受主管开记者会，表示升格回应全国农渔民的愿望，佮列出10大施政亮点，包含不受中国禁止数字影响，农产品外销产值第2001年佮创历史新高。对中国可能下一步甚至将之恶化，农委会要升格做农业部，是毋是做好应用新的冲击力？52的品项里面，如果万一那有所谓的中断的话，那影响的是零关税的部分，那贸易的部分并不会受影响，金额大概就是2亿多台币。按过2001年数字来看，水果类出口产值比前一年减少37%。农委会强调，产地建设才是指标，目前建设稳定。为因应中国禁运，农委会推出真侪项补贴稳定市场建设。经台南县长苏焕智认为，补贴式政策恐惊对国内农业升级无帮助，也认为这摆升级违背组织改造三新、提高效率的原则。完全就是变成一个人事大膨胀嘛，增加更多的高官啊，增加这个更多的这个补贴，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方向。你补贴过度，让那有竞争的农业的空间缩小。
双方地认为部分执行业务亲像水保甲任务应该放互地方，中央只要做好制定政策方向甲监督的工作。不过这摆升级认为，只是增加更较侪高官。不过农委会指出，动物保护署应完善动物体系，提悬动物福利。农水署成立应扩大管区服务。这摆升级设置8署6处7署这单位，有增加83亿公务预算，530人，对台湾农业永续发展有正面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咧成品网络册店买资料后，讲伊有接到电话，对方是一个中国腔口的服务人员，敲来甲伊问，而且佫讲呢，这中国一定会拍台湾。针对着这款的问题，所卫部已经派人去查，感受违反个资法。另外，针对企业若准无做好安全管理基步，造成个资泄漏问题，立法院今仔日已经3读通过啊，要甲这罚金纠权，违反情形伤过严重者，上重会当罚到1500万。中国那边有飞弹直接过来，台湾就会直接投降什么的。伫商品网络册店买阿强拍来安怎办的册，结果煞接到讲是客户来电，内容也涉及中国要武统台湾等言论，消息一出，引起各界讨论。不是只是会找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还想要有根本原因之后，透过导入像您刚刚讲的零信任技术等等，来确保说未来这样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我们会在10天内提出完整的报告，然后最后再看报告里面有没有违反个资法。如果有违反个资法的部分呢，我们会依照个资法的规定来处理，包含开罚。但是现在还是要看事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在做，因为现在还在调查阶段。数位部要集法律治安领袖专家，甲治安院警政署等单位，伫16件往成品行政调查，有计10天内会提出完整报告。案件若有违法，会限期改善。佮希望伫2礼拜内做出行政处分。成品回应会全力配合调查。另外，成品线顶的资料甲数据无串联到海外，也登记委托几啊间治安公司进行检测甲防护，也佮会发送信息提醒人客防范。伫这个同时，都因为个资外泄案定传出，立法院会3读通过个人资料保护法的修正案。个人资料保护法增订第1条之1条文，并将第48条及第56条条文修正通过。修正案针对非公务机关企业无先进安全维护义务所泄露个资，会提悬罚款2万块以上200万以下。到时阵无改正会按处处罚。另外，经济重大者是上收罚款15万以上1500万以下。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个资的问题，这通联客运好亲像发生个人资料泄露的案件，有民众接到电话，讲伊无设立资本伤济张的这个车票，爱伊汇钱过来，对方念伊这个人资料，还佫几点去订票，拢清清楚楚。通联客运伫官方面册也提醒民众着要注意诈骗，目前先甲网站还佫 App 订票功能关起来啊。透早通联位伫台北转运站的售票柜台，人来客去受到官网甲 App 暂时关起的影响，订出票只会当伫窗口，也是超商司机。节日的话，人比较多的话，可能上网买比较方便。那像这种平常日的话，就当场买就可以了，这样子。就是尽量找那种不用输入太多个人资料的方式去买。通联客运伫3天前，伫官方面册打出提醒民众慎防诈骗。其实迄当时就有不少民众已经接到诈骗电话，有人通知订唔到票要求转销，也有人收到诈骗简讯。对此，通联客运已经有方式关掉官方网站，佮请治安人员到公司进行初步监视。公路总局北区监理所也已经介入调查。统联客运已经请治安团队进行初步的检视，台北区监理所将持续追踪该公司改善的一切相关进度。公路总局表示，目前也无法度确定通联系统监视防侵入、加个资外流的笔数，建议业者报警。另外，监视依照违反个资法规范，要看经济行动、加后续处理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按算伫5月17要征调2024年的总统参选人，不过党主席朱立伦伫15暗时的时阵，有去见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甲新北市长侯友宜。即党内有支持郭台铭的，本地要办一个替郭台铭出来选的记者会甲参会，说是临时来取消。那侯友宜已经对外表示讲，明仔载17伊会出席中常会。
国民党3名人出线参选总统，党中央有计17定调，也毋过挺过牌甲挺后牌声量互相无让，只是16中道关定挺过记者会临时取消，就连暗时联电应有副董事长宣明伫要办的挺过宴也改伫接办。到伫15暗，党主席朱立伦分别约见2个人了后，党内气氛出现淡薄变化。觉得这个在这样子一个敏感的时间呢，来做这样子大规模的中常委聚餐呢，似乎不太妥当。我们是挺郭台铭的，所以我们坚信明天他会被征召。如果要改口供的话，也要明天才能改。出席郭台铭参会，谢点林表示朱立伦无到场，也毋过表示郭台铭的心情看起来是一般一般，无伤济烦恼。传出内参民调，八成县市长甲多数立委拢是挺侯友宜。侯友宜虽然被淡定调，也毋过正17个以市长的身份出席中常会。我都尊重党的节奏以及党的规定，我们按照我们的所有的步骤，全力以赴。党主席朱立伦应该是顺应民意，应该是征召侯友宜嘛，这个是应该大家都有的共识嘛。比较南亚人选也未定，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依然走基层，然后问到一旦郭台铭未当出线，郭郭敢是要有合作空间？在台湾也不是说什么谁跟谁合作，其实在所有议题上我们都可以合作。我非常相信呢，以潘孟安的本领，我们一定是可以好好打赢这场选战。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15暗是开直播，宣布将屏东县长潘平安会担任竞选总干事。郭文哲有计20伫新北淡水宣布参选总统理念。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有一间国小，就这个学生囡仔念唔到客语发音，去互伊的老师要求罚写拼音20改。桃园市教育局证实讲，有3位学生写这罚写到半暝啊。另外，伫台中也有一间国小呢，就家长指控讲有3个1年学生因为数学课这问题袂晓，双手去互老师用锁啊绑起来。目前这件代志爆出来了后，老师请假无来，警方表示讲，牵涉案件的老师已经依照强制罪甲伊函送啊。几若条简单的动棍锁，会当抗山壁、爬山、搭天道，用途看阁真好用。不过，敢若有台东的老师摕来处罚学生。那家长得知之后，就是说，老师把3个孩子的手用通知信绳绑起来。议员接到家长通报，讲读1年的囡仔未晓回答问题，互所有老师用动棍锁绑双手，至少有3个。台东县警局16回应，涉案老师已经依照强制罪函送。教育处讲有持续咧关心辅导，嘛保卫讲老师用的是教学锁，唔是动棍锁。可能没有听老师的话嘛，所以老师就是用这个教具绳把他们的手绑起来。事件发生了之后呢，老师都是请假当中的。有人未晓回答，互处罚。桃园观音一间国小老师嘛用控诉，学生选修客语课发音唔对，老师怀疑规矩和发音全部罚写20遍，囡仔转厝。功课写煞，搁爱罚写，囡仔写到半暝写袂完，写到密码号。不管基于任何理由，那让孩子抄写都是不恰当的教学行为。责请学校辅导改善教职人员不适当的教学方式，并进行检讨。桃园教育局讲，3个学生未晓念客语，互要求抄写，正做成绩评量依据。校方讲已经换老师上课，不过连续发生2个案件，人本基金会忧心，最后敢会搁大事化小事。在我们现行体制当中，很容易被当成不当管教。那不当管教对于老师的处理跟处分其实非常的有限，甚至是用辅导期或口头劝诫。日本基金会讲，部分老师想讲用传统的处分方式，学生就会来改变。尤其是台东这个案件，明显违反离校管法，建议爱来改变。也若是零体罚时代，教育也是管教，其实老师拢爱搁较细致。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丰原的一间高中呢，进前爆出有学生互老师教官霸凌，甲伊按罪名，落尾这个学生煞去行地路悲剧。想袂到今仔日同一间学校又有学生出面指控，讲涉案的主任教官长期甲伊性骚扰。这个学生呢，甲市政府抑个老师讨救兵讨13届，所以拢无人要处理。这个教官知影学生去甲伊投诉了后，佮甲这个学生算忠孝。日本基金会也讲，这学校的性平机制根本就无发挥作用。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公立高中的学生，疑似因为长期伫咧学校受到师长的霸凌，今年2月选择轻生身亡。学校4月初步调查认定，学务主任、主任教官各2名学务创新人员不当管教。无想到，刚学校另外一名学生16号出面指控，这名主任教官长期对伊性骚扰，学务主任甲其他的教官知情涉嫌包庇。他常常上课时间找我问话，会不会饿？教官下面给你吃啊。为什么都不交男朋友？腿为什么这么细？等等，我终于忍不住表示觉得被骚扰，隐私被侵犯，很不舒服。可是我却遭到他训斥说，顽劣不服管教，价值观偏差，品性差劲，废物，去死一死！学生强调，曾经向校内师长5届求助，拢无受到处理。随后以电话信件的方式向台中市府订正备解，但是校方也是无依法启动性平机制，甚至也阁受到主任教官算笑，将高三后学期已经协过的假单全部撤销，以逾时请假为由处分18支的警告。林本批评这间高中甲教育局拢无看到学生的血泪控诉，放任教官违法乱纪，严重失职。要求就是要解聘学务主任、主任教官以及这些教官他们的不当行为。好，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收到任何的惩处结果。学校正积极调查当中。教育局紧盯学校调查进度，尽早厘清真相。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只有伫咧去年7月接到2届的陈情，今年3月收到疑似性骚扰的信息，马上督促学校展开调查。4月已经3届约谈被害人，强调后续会来了解调查进度，厘清真相。记者台中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伫纽西兰首都威灵顿市中心有一栋4层楼的一个旅馆，16晡暝发生火灾，上无有6个人死亡，11个人失踪，另外有52个人救出来。当地时间16拄过半暝无偌久，威灵顿这栋4层楼的旅馆不出大火，当局派出80名消防员甲20台消防车，喷火车冲到厝顶拍火。旅馆的住户大部分伫困梦当中，互烟雾警报器救醒，有人救时，阁是错误的警报，发着乌烟才向强逃走。升起过程依然是心惊惊。Yeah, there was smoke like coming down the stairwell, so I just did a lap around of our floor, knocking on doors, saying, "Everyone out, this one's real." I was still asleep, and someone outside rang me to get out. I didn't hear anyone knocking. Scary, First time I've been in a house fire, especially on the 3rd floor, because you're thinking, fuck, how am I going to get down? But I made it out safely. But yeah. 这旅馆有92间客房，建筑老旧，无消防梯甲热水设备，内底住真济长租甲短租的人，大部分是轮班工人甲低收入的人。初步估算，火灾发生的时阵，内底差不多有90人，目前还有人下落不明。天光了后，住户将简单的行李搬到救援中心。总理史普金斯去现场巡视，相信罹难人数可能会阁增加，会贴查这场灾难。It is an absolute tragedy. It is a horrific situation, and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of course, there'll be a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and why it happened. But for now, the focus clearly has to be on dealing with the situation. 警方表示，导火原因也无确定，会甲消防部门共同调查。因为厝顶已经放入去，警方会伫确定大楼安全了后，按算17进入大楼进行系统性的搜查。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气候科学家指出，讲这2年地球可能会出现超过全球平均温度高温。最近这几天，不管伫美国、印度或者是中国，拢是热翕翕的天气。各地头也拢发布高温预警。亲像美国加州的优胜美地，因着烦恼讲这西南氧气会做大水，已经先甲3个露营区关起来啊。美国加州优胜美地水墙去世惊人，总是吸引真侪游客来遮打卡。优胜美地位伫内华达山脉中部，因过天气渐渐变热，山顶会细扬起，水墙的水一直冲落来，因为烦恼造成大水，公园紧急关掉3个热门的露营区。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发布大水预警到10号，这个拜5进前拢爱注意。专家也警告，爱注意气候变迁所带来影响。Fast melting of snow can cause multiple issues.
The biggest issue, in my opinion, is flooding. When the weather warms quickly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at can cause snow melt in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that's not a good news. 美国西雅图10温度-31度，打破同时期高温纪录。当地民众欢喜耍水，不过对地球暖化也有淡薄烦恼。 Kind of trying to roll with it, like with the way the Earth is going right now. There's not much I could do about it. How I feel about it, it's that's kind of disturbing a little bit. 印度小影侵袭，也让人热到冻袂掉。西北部的气温高开始悬到40至44度之间。当地居民只会当加啉椰子水，还是出外行火线，避免家己着沙。 囡仔一直建议冰淇淋，小可热气，上海已经连2天气温超过30度，昨5的气温来到34.5度。中国几个主要城市已经发布高温预警，不过高温恐惊会造成供电截裂，农作物受损，造成粮食继续起，通膨恶化，更较进一步威胁到中国解禁了后的经济复苏计划。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 英国前首相特拉斯伫暗时6点半左右已经到台湾，要进行5天的访问行程。这届会见到中央古站，而且发表演说。这也是前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1992年、1996年访问台湾了后，搁再让27年，这个英国前首相来访问。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代表台湾政府去接机。这届特拉斯是受到远景基金会邀请来台湾，16个月了后，17会发表演说。 会含国内政商界也有学界人士互动交流。外交部强调，特拉斯是台湾长期以来甲咱支持的朋友。伊担任外交大臣期间，英国各界表达支持台湾和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水岸禁令解除了后，疫情搁再行起来，这流感就出现这3年来头一个囡仔重症死亡病例，是北部5岁查甫囡仔引起脑炎，对发病到死亡只有短短3天尔。另外讲到这高珠顶礼拜增加12个确诊病例，国内已经有91个病例了。咱来讲到新冠疫情进入到第4批，按算一直加关到6月底。 新冠第4波疫情搁起来，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平均每天增加154例新冠并发症病例，比前一礼拜增加33%。有估这波疫情会烧到6月底。按算是顶礼拜本土流行病毒株 XBB 变异株已经超过 BA.4.75， 是本土主流株，其中传播力强的大角星 XBB.1.16 到11例。 XBB 在上一周正式超过其他的变异株，成为主流的病毒株，所以提醒民众在这一波有可能有新感染或重复感染的情形会比较多。另外，流感疫情也继续滚加，顶礼拜增加14例流感重症加2例死亡个案，其中包含3年来第一件流感囡仔死亡病例，个案是北部5岁囡仔，为发病到死亡只有短3天。当时也有尽快的给予流感的抗病毒药物做治疗。 不过还是不幸在隔天有出现心跳突然停止的状况，经过给予升压剂跟经过多次的急救，还是不幸的因为并发脑炎而过世。 在高珠疫情顶礼拜增加12例本土确定病例，国内已经有91例高珠个案。第3阶段高珠疫苗会继续提供高风险民众有优助第1期甲第4期。今麦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无过造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各国也取消疫苗注射证明或者是体检阴性证明。台湾所谓新冠健康证明，要在5月31退场，未过提供服务。记者综合报道。 厝价悬，贷款硬卡皮袂喘，为了要减轻这民众负担，内政部对6月1开始要开放网络申请8厝贷款补贴。那总有符合资格的民众，伫今年12月至到进前去填资料核定了后呢，这3万块会做一届报告考做，头一批上紧伫咧7月初就当领到啊。 厝价悬，民众房贷期数愈久愈长。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资料显示，去年第4季增加房贷期数达到297个月，来到24.75年，搁创历史新高。
为减轻中产族的大负担，若是国内自用自提贷款好就一间厝，而且贷款无歹销，台北市的厝原始核贷金额伫850万以内，其他地区伫700万以内，110年家庭总所得120万以内，房贷基准值伫今年1月至8以前。6月7日对前网络申请房贷补贴。你只要输入申请人的基本资料，经过审查符合资格之后呢，支持金会透过原本贷款的金融机构直接存到你借款人约定的缴纳贷款本息的账户之内。因有抢强调，这专案敢用伫内政部营建所官方网站申请，专程用线顶没有任何简讯、电子邮件甲电话通知。预计会有55万户受惠，上近7月初到第一波审核通过，民众领到3万。只是伫启动贷款支持专案的同时，有外界是质疑，中央执政晚7年，社会主体政策推动户数却无到10万。现在我们跟住都中心是以每年15000户到2000户到2万户的速度再往前推进。那到目前来讲，住都中心发包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3000多户。到明年，我们估计我们在直接兴建的部分12万户是没有问题，非6都再加进来，我们1年可以冲到2万户。那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在明年也可以达成包租贷款8万户的标准。营建署强调，会继续起社体，各配合包租贷款租金补贴这政策，分阶段慢慢执行加落实居住证期，按算会伫2024年底有希望达到20万户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网络顶头卖物件是800款，最近有人发现讲网络平台顶悬有业者伫咧卖这微型摄影机，卖这敢有犯法的？律师表示讲卖是无犯法，那知影讲人客是买去做歹代志，搁要卖伊，这可能也爱食官司咯。伫网络平台买物件，对现代人来讲是真事常的代志。最近就有民众发现讲，有人伫网络顶头卖微型的摄影机，而且商品的标题佮写讲是会使摕来偷翕，毋过无提供安装的服务。开实体店面的业者是表示讲，假使有人来买，伊拢会先问人客买的用途。若讲要犯罪，也是放伫私密的所在，有私密的用途，伊就会直接拒绝。客人来，我们都会问他说：“你大概是要录影什么东西？要收证什么东西？”会先问一下。如果说我是要放在房间收证啊，或者化妆室收证，那个我们一听就知道有问题啊，就不会卖他了啊。我们会摆明的直接跟他讲说：“哦，你这些地方可能会触及妨碍秘密，我们没办法卖给你。”网络卖微型的摄影机敢会使？律师表示，物件本身是无问题的，会提起做歹代是人的问题，所以若准业者知影人客要提起犯罪，佮袂互伊，可能就会犯法。如果知道他是要偷拍他还去卖他，那可能他就会有共同正犯的问题啊，供了这个工具让他去犯罪。律师佮表示，目前伫网络顶悬卖即款微型摄影机的业者，就算拥有性暗示的相片，也是无法律会当罚。律师是提醒业者，千万莫为着趁小看钱，煞来食官司。记者柯嘉轩、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网络顶悬有一段影片，是绿岛有人半暝仔甲一只梅花鹿用铁链仔连起来，佮用骹踢这梅花鹿的头。绿岛乡公所已经伫咧追查影片内面虐待动物的民众。这台东县政府强调，这款行为已经违反动保法，查到一当罚。画面当中，一查甫人有一只互铁链仔连条的梅花鹿，佮举骹摘梅花鹿的头，梅花鹿跋倒，佮互伊拥有起来。翕的时间是5月15，用直播的方式播送。绿岛民众看甲真生气，台东县政府表示，安尼行为违反动物保护法，都要当罚。可处拘役2年以下，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那另外裁罚20万元以上到200万元的罚金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哦。我们希望说，各位游客来绿岛玩来看梅花鹿的时候，如果有跟梅花鹿接近的话，不要再有这样子伤害梅花鹿的动作哦。台东县政府强调，梅花鹿是一般的野生动物，按过绿岛也有民众咧饲，不管是野生也是饲的梅花鹿，依法拢免虐待。另外，这影片看来是做伙朋友翕的，伫网络直播也违反动保法。
应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扣300块以下罚金。乡公所甲县府会全力追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4、5月会有规大阵的纸斑蝶搬线飞上北，今年到当时还未看到。为了要了解因生团搬线的路线，昆定国家公园管理处找专家研究，用5年的时间翕影片记录台湾纸斑鸭的状况。你们的一生就是一场长征。纸斑蝶对幼童到变成爷，一生的过程拢伫纪录片《消失的纸斑蝶》内面。这是生态导演詹家良用高档的时间，亲入高雄、屏东附近的纸蝶幼果，用超高速摄影机来翕爷的变化。对导演来讲，嘛像咧观察家己的囡仔成长大汉。对我来讲，敢若我的小孩子，慢慢啊愈来愈大，伊安怎度过伊的一生？我感觉爷甲人同款，拢是有人性的。自细汉就介意蝴蝶的詹家良，较早敢若研究罕见的蝴蝶，一直到发现纸斑蝶的车地，互人提去停车场。烦恼民众唔知影纸斑蝶的珍贵，才开始研究，嘛开始翕消失的纸斑蝶。伊讲，若用一般的摄影机，敢若会当看到乌影飞来飞去；毋过用超高速摄影机，就当看到叶仔细节的变化。树短短的时间，就当换几啊种的色水，嘛才发现讲，原来叶仔嘛是有表情的。蝴蝶吼，咧飞的过程当中吼，其实拢会拄到一寡飞影。吼，比如说，咱有高速公路，伊飞过时，可能就会去互车弄着。吼另外就是讲一寡迄个环境的破坏，数量就会慢慢减少，会有这个现象。委托导演研究的景观处就表示，这种台湾特有种，即马受到真大的威胁。因过台湾真侪所在，拢会当看到纸斑蝶伫秋天往南过冬，但去年的调查发现讲，即马上大的车地敢若剩昆虫。推测甲气候、甲开发拢有关系，所以希望透过纪录片，互更较侪人会当珍惜环境。记者陈文子准由台北采访报道。今年国中教育会考就特别考试啊！伫台南的嘉义国中，因着用在地食材推出连续5天无共菜色的会考祝福餐。那这是正应用连假式食材拢特别设计过。上届希望的就是学生囡仔食落去有惊喜，满满的祝福，对因考试真有利。一透早校园拄工，当咧无用煮中昼顿，那干那煮尔，内底佫有真侪爱心甲鸡卡。今仔日是食煎沙白鱼甲沙菜顶菜色，大家食到的时间拢是学生上界期待的。互咱食了，会当感觉到营养师交厨房所准备的菜色，互咱食了有满满的信心。国中教育会考伫即礼拜登场，台南市嘉义国中发挥创意，用在地食材推出连续5天的会客祝福餐，料好就叫做5A++，所以这礼拜有设计做侪甲 A 有关系的物件。啊，所以像今仔日阮设计就是像维生素 A 较侪的一个食材。菜是澎湃青草佮咸醋味，来看第一天实在着用英文字内底有 A。那第二天是用有关维他命 A 的食材，所来佮摕华语的话音来设计。中昼顿除了兼顾着囡仔的营养，菜色嘛向定着学生食了会使考着好成绩。另外，嘉义国中佮供应予附近的偏乡学校，因的学生同款嘛食会到会考的祝福餐。偏乡的囡仔来讲，学校来讲，其实伫人交钱的部分是帮助上大，因为对阮来讲，其实阮免付出遮侪时间交人来去准备种餐点，互囡仔。我是感觉足好食。校园长啊，就食芦笋，伊的意思就是讲会当安尼顺顺利利，考到家己想要读的学校。校方的用心，学生感受会到。选择会考进前，设计会考限定的中昼顿，计工的菜色安怎，嘛引起师生之间的讨论。记者陈武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嘉义布袋这家应庙有185年历史的冲水路迎客王祭典，伫旧历3月27日起，王船码头来举办。进前因为这旧码头无安全设施，嘉义县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来征收。经过7个月时间，已经征收好势，希望或者来参加冲水路的信众会当有更加好的活动体验。几落10顶神轿伫王船码头边仔等待要落水来迎客王，布岸边的民众点准备要来翕相。
旧历3月27日是家己官布袋新闻一年一度冲水路迎客王的活动，来自各宫庙神轿会冲入去新闻大牌设一列，甲无形的客王迎接上华来做客，特有的宗教文化嘛吸引真侪民众来参加。很好，蛮有意思，不过有点时间有点短了。这项真有地方宗教特色的活动所使用的王船码头，前一阵都征收完工，muốn加强码头桥帮保护，搁增加护栏，后来这民众拢感觉环境比去年搁较好。就是今年嘛，比去年还好。在安全上面呢？哇，更好，更安全。像较早你看条水沟安尼啥，无啥意思嘛，哦，是不是安尼？啊，有一个硬体，那个做个其他的增加技术率要较好。因为疫情转好，今年各地有奖甲顶头，阁有信众比英国搁较侪，场面闹热滚滚。新闻家营庙表示，冲水路迎客王是新闻地区的传统文化。去年因为疫情，阁加上码头老旧，所以缩小规模。即马王船码头征收好势，有新的环境，嘛希望会当互这个特殊的宗教活动继续传承落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花莲秀林的庄德川有一寡所在是文化遗址，若准备起厝去建设进前，就要先甲文化局申请探勘。最近就一位民众要起厝申请探勘了后，真是有挖到这送掉的铜钱，也有一寡粗灰仔的碎片，一寡丁贝名物。因为烦恼家己的地基下面有私情文物，花莲秀林乡庄德村的李先生起厝进前向文化局申请试挖探勘，可能伫89分深度的时挖到文化残，包括灰鸦片、琉璃珠，也有送掉的铜钱，以能完保。他们先任意挖3个坑，就那3个坑才挖下去，大概80公分就挖到了，就看到文化层了。然后一直挖，就发现整个下面都是啊。官府考古团队表示，希望环保铜钱属于甲8年前北宋时期的货币，因为甲在地庄德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文物无同，会当推论迄当时花莲庄德地区的人类已经甲迄当时中国有保存证据。像琉璃珠或者是钱币呢，那应该就不是当地的大约1000多年前住民呢是自己制造的。那所以说，我们考古学者呢就推论，当时呢就是有很丰富的一个海上贸易的一个交流。除了这现场，也有一个古墓，因为出土文物丰富，经过现勘国旗，佮经过地主同意了后，由文化部接落来进行全面挖掘，预计过2个月了后完成。相关出土文物会放伫花莲考古博物馆展藏。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过后，外国观光客来到台湾，倒一国的人上济咧。根据调旅业者的统计，对去年10月，这韩国游客呢已经取代日本客啊，变做是来到台湾上界济外国游客。也若消费能力上界好的，就是新加坡的观光客。也若讲到这香港、澳门游客，因是上后走，会离开台北地区四界拍过。日本时代祭堂都市会社是国文化园区，保留废弃的家具设备，起造融合新区的园区，适来唐宫电视文创商品，吸引不少国外旅客。台南给我的感觉，节奏比较慢一点，生活我觉得蛮舒服的。疫情后，国际旅客回流。根据旅游电商最新调查，去年10月下旬边境解放了后，内地旅客也是上车住伫湘北，过来就是台中、高雄、台南。热门景点游玩是台北101、故宫、九份和太鲁阁、阿里山。韩国旅客上爱台式餐厅，本仔上爱去九份啊。港澳旅客全台走透透，消费力上强的是新加坡旅客。台北出名的饼店，排队的人客排甲落长。疫情了后，逐工早起也要开店，观光客都咧排队。店头家讲，新加坡旅客的消费确实有较悬，口味嘛和其他国家无同。它都是以葱嘎饼的，还有是里面商品它有麻薯饼的，我们会比较喜欢的明星商品的。客单价大概多少？平均每位？客单价嘛都差不多5000，对，5000到7000以内的。就突然街上就多了一些国外的观光客，特别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比较明显，那韩国、日本也有一些。各地观光业者明显感觉游客回流，交通部话讲，今年目标600万观光客。不过，省府航空董事长张国伟讲，台湾无重视观光，输新加坡。财经专家谢金河最近拜访泰国，讲台湾观光力输泰国。学者讲，发展观光爱投入更加多资源。泰
国的例子，可以让台湾，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不会对观光的关心其实也太少了一点。这几年可能台湾在发展科技啊，在发展所谓的生技产业等一些比较新科技的产业，好像对于服务业的重视程度的确就没有这么高。学者用夜市做例，泰国夜市这几年一直进步，有特色搁清气，表示动线拢真国际化，对比台湾夜市进步真少。另外，夜市无属于观光局管辖，要全面提升观光产业，需要有各个管的时啊，跨部会动员处理。记者综合报道。5月18就是国际博物馆日，伫迄天呢，全台湾文化部所管的博物馆拢会当免费入去参观。那对3年前开始整修的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也已经整理好势，按算5月19重新开放，先带观众朋友来去先看先赢。菲律宾岛上的发现一颗也是用台湾玉做成一模一样的物件，所以代表那个时候台湾的这种玉石的外销以及人群跟岛外的这个互动是算非常非常密切。在导览人员的解说之下，了解台湾甲南岛历史的关系。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自2020年闭馆，进行建筑再造甲展览更新。经过要3年的时间，打算要伫5月19重新开馆。台湾过去这30年来，台湾考古学界出土非常多，使我们更新了关于台湾土地的认识，让我们重新认识台湾不只是1万年，甚至认识到3万年前就有人类的文化的遗迹。王中华表示，除了史前文化，博物馆也收藏原住民歌手孙敏的金曲奖杯、原住民棒球选手林志胜的球衫等等文物，除了是记录现代原住民族的成就，也参现代民族的生活经验结合。博物馆日是我们国际性的节日啊。那这一天，除了我们辖下所有的博物馆都是免费参观之外，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其实博物馆应该是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这一次在518，我们即将重新开馆的史前馆，更是一个了解我们自己所站在这块土地的前世今生的一个好机会。文化部表示，5月18国际博物馆日，除了全台有侪博物馆、地方文化馆通免费参观，也有推出博物馆出版品、周边商品的优惠，鼓励民众做伙行入博物馆来开眼界。记者郭伟长随台北报道。这几年老厝修复再造工程愈来愈受到重视。新竹市除了有本地老厝再生租金补贴和征收补助以外，今年搁再特别增加再生推广类补助，相关会当补助老厝呢，即教育推广活动总经费的50%。红色的砖仔头壁面搁加上圆壳仔形的窗仔门，这栋约90年历史的旧厝，经过修整。即马是一间真受大家欢迎的咖啡厅。这在老厝做的咖啡厅，其实迄氛围气氛拢袂歹。头家讲会选旧厝来开店，主要就是介意旧厝的感觉。不过在整理的过程中，确实真无简单。爱找一个专业的人来帮咱评估一下。水电的部分，咱上好是拢精心去处理过，上起码是安全的。但是咱本来这厝的原貌是安怎，咱个尽量保持伊的原貌，互大家人会当除了伫咧啉咖啡这个部分，咱会当看到咱原来进前的厝，甚至是啥物款，伫这时代的风格是啥。新竹市政府为着互旧厝有新的生命，这是伫1971年进前的旧厝，而且符合在地生活特色以及文化艺术。经过修整，上悬会当申请每个月1万块的租金补贴，各50万的修缮费用。而且今年是另外增加旧厝推广的补助。只要你经营的案主是在民国60年以前新建的老屋，然后具有在地特色或者是文化艺术，都欢迎大家来提案争取补助。这样。新竹市文化局表示，希望透过旧厝再利用，让有故事、有生命的旧厝会当继续讲故事，继续保存落来。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东非国家昆雅的野生动物真多，不过面对这40年来头一届可欢，野生动物也是无物件通食。就一寡野生动物去家己攻击人饲的精神啊，也和人类起冲突。一礼拜内有10只狮去互杀死，其中一只是全非洲上界老的狮公轮齿多。
村民摕到家己做的长枪，动作真紧的走去狮仔出现的所在攻击狮仔。东非国家肯亚因为有防护野生动物生态伫全球真出名，也毋过受到栖地减少、气候变迁，还佫粮食无够的威胁，真侪野生动物离开原本的栖地出去外口找食，所以因为攻击家畜遭受人类捕杀。The animals strayed from their natural habitat into homesteads where they killed these livestock in search of food. The communities that have issues with these animals always take to the action of eliminating them. 这个月13，就有6只狮仔因为攻击村民饲的11只羊，互村民围捕死亡。即嘛，互1礼拜以来累计死亡的狮仔达到10只，其中佫有原本住伫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已经19岁，嘛是全非洲上老的公狮仔轮次多。因为伊去国家公园附近的庄仔头找食的物件时阵，互村民用长枪毒死。Wildlife belongs in the wild, and therefore we should allow them to exist in the wild. We have to have very clear, enforceable policy provisions that does not allow humanity to encroach and deplete the resources that is supposed to enable these animals to sustain themselves. 动保协会指出，肯亚暂时当咧发生40年来上严重的可汗，造成人甲狮仔冲突越来越严重，对保育狮仔不利。应该通过政策规定，甲其他会当做的机制，互在地居民知影，就算家畜或野生动物当作食物食掉了后，政府甲动保组织有关有补偿计划，互人类会当甲野生动物共存。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吉隆到新竹对23度到33度，苗栗到云林对23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30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1点，咱再相会。